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11月18公司台记台早起新闻，我是陈淑君。新闻一开始来看，昨暗6点05分，有一台 F16的战机伫花莲咧做夜间的训练，大家起飞2分钟，就消失伫雷达顶头。飞行官上校蒋正治目前就是中，国防部甲海巡署拢出动搜救机甲军舰透明伫花莲海域搜救。国防部长严德发今仔嘛到花莲空军基地坐镇指挥。目前好像下大雨。花莲第6海巡队伫咧暗时透明咧超吹，空军嘛派一只 C130弹救兵弹甲海面笑好光来协助救援工课。毋过花莲外海17暗时落大雨，暗时啊看无啥雾，天气无好，搜救真困难。17暗时6点05分，空军花莲基地4只战机起飞执行夜航训练，由上校飞官蒋正治所驾驶的2号伫咧起飞2分钟了后，6点07分对雷达的光点顶管消息。另外3个飞行员嘛无听到任何无线电的叫，雷达嘛无显示。飞机起飞了以后，雷达上面就没有看到它。那我们目前得知，光点最后消失的高度，真正的确实高度我们还要再做进一步的判断。但是光点上面所消失的大概消失高度呢，大概在6000尺。空军上山基地搜救直升机伫暗时7点14分到目标区来搜救，救援任务继续在进行当中。中国的29中号主管望驾驶 F51不幸损击，17早起才打举办告别式，暗时就传出有战机失去联络。国军请台湾人做回祈求，希望讲有好消息传回来。除了刚刚都已经出动的2架直升机之外，国军还有配合我们的海巡，另外还有1艘猎雷舰已经从苏澳港出港，加入了我们搜救的行列。我们现在最重要的事情是把蒋上校活生生的带回来，平平安安的带回来。要甲飞官平安带回来，代志发生的第一时间，参谋总长就进入衡山指挥所来监控搜救的状况。空军司令嘛赶去花莲开始搜救行动。累计到早起，总共派出4只搜救机、2只海巡舰、甲9只海巡舰艇继续在超吹。国防部长严德发今仔日嘛去花莲空军基地来镇定指挥救援。记者综合报道。F16是目前国军主要的战机，已经服役超过20档，发生过8件失事。这战机的驾驶是今年44岁蒋正治上校，飞行的总时速是2230点钟。F16是飞过1815点钟。伊厝里有妈妈佮太太，佮无囡仔。伊捌伫嘉义空军第4战联队服务，嘛甲地方有真侪互动，互地方人士拢有真好的印象。信件很久没有来拿了，都放很久了。蒋正治失去联络的 F16战机飞官蒋正治上校，捌伫咧水上乡家己基地服务满20档，这就是伊大的官舍，佮捌担任过官舍的驻地会长。去年调去花莲的空军基地，可能无定定转来，所以批拢无收。就算讲真久无快，毋过蒋正治过去互大家印象拢真好。蒋上校在水上乡第4联队担任这个军职的时候，跟我们有很多的互动。他也担任自治会的会长，所以跟我们的互动非常的频繁那在我的印象当中，他的人为人非常的这个很有礼貌对我们水上乡的很多的地方的这个工作都做得非常的好。那他人很英俊潇洒，那人高马大，是一个国家不可多得的栋梁。今年44岁，蒋正治飞行技术真好，去年空军天龙超演的演训，佮代表第5联队摕到冠军。蒋正治上校是我们空军官校88年班，是我5联队第26作战队的队长。108年9月1日任职，飞行总时间是2230小时 ，F16的飞行时间是1815小时。他的人员资格是战术专精教官。F16是目前空军数量上济的主力战机，1992年向美国采购，97年头一批到台湾开始服役到达，已经超过20档。当然，17发生的失去联络事件，在台湾已经有8只失事。记者综合报道。咱来看国际新闻，泰国国会昨辩论宪法修正草案，反政府示威人士包围国会，和警方强制驱离，民众嘛分2派，互相嘛发生冲突，至少有18人受伤。
万国街路17暗时也是无平静，因甲封锁围栏规个搬起来，摆做规排做回向前行。วันนี้เราต้องการปฏิรูปจริงๆ ถ้าวันไหนเราอยากปฏิวัติเราจะบอกว่าเราจะปฏิวัติ。示威民众今日是反政府的示威行动延续，警方采取伫外口部署，国会4个位的路口拢有设路障，要甲集合的示威民众围起来。面对警方所设的铁丝网仔的路障，示威者想要下过去，毋过若是有动作，得去互警方以催泪ga还是水条来抓。有的水条有色、真刺激，真侪人无法度行，干係當用水洗目睭。ไม่รู้ว่าเขาใช้แก๊สน้ำตาหรืออะไรหรือเปล่าเพราะเวลาสูดเข้าไปเนี่ยมันแสบทั้งคันทั้งแบบบาดเจ็บกันหลายคนครับบาดเจ็บกันหลายคนตรงรถพยาบาลนั่นน่ะ尾仔嘛，封锁区其中一边的水炮车甲顶部警察向撤退，示威者甲围栏拆掉，冲入去封锁区，拄着保皇派人士佮发生冲突。泰国往会17、18两天辩论宪法修正草案，示威者提出修改前军政府制定的宪法，王室改革，要求总理帕拉育露台等等的真侪项要求。这个行动就是要压迫国会。คงมีคนเข้ามานะครับ แต่ว่าที่ได้ขอร้องไปแล้วว่ายังไงที่นี่ก็ยินดีต้อนรับผู้มานะแต่ว่าขอให้โดยสงบนะครับโดยสงบแล้วก็อย่าไปคุกคามไม่ว่าด้วยวาจาหรือด้วยอาการอะไรก็ตาม国会这个月7日复会，这个会搁针对这个宪法的修正草案来辩论。其中公民团体 ILO 提出来民间版修正草案，得到10万人的联署，不过内容牵涉到王室改革，也是关键的敏感议题。记者综合报道。中部的民众会使特别注意哦，为明仔载到礼拜六连续3天的暗头啊，伫台中市大甲区经国路这附近，民众是会使看到日头落山伫市区内底真特别风景。有兴趣的民众会使特别注意。咱来看天气方面的分图。今仔明仔载2天哦，台湾本来是吹偏东风，转为东南风哦，水汽会愈少，所以各地拢是好天、真稳定的天气。只有东半部沿海地区会有淡薄仔雨。伫气温方面哦，各地温度上低差不多是20度到22度，温度上悬会有28度以上，西半部嘛有可能会超过30度。昨昏南投市哦，就有出现33度的高温哦。日佮暝哦，温差是真大，所以早暗就爱穿雨恤。各地空气品质嘛是无介好，环保署嘛针对中华佮云林部分地区发布红色警示，所以观众朋友出门就爱特别注意。再来看中美洲连续几下风台，新一波风台约塔伫拜暗登陆尼加拉瓜，伫加勒比海沿海哦，海影是非常的大，大风大雨嘛造成严重的灾情。尼加拉瓜卡贝萨斯港的这间主题厝顶，去互风规个吹起来。约塔古风伫咧当地时间拜暗时登陆了后，为了希望度5级降级4级，也是透大风落大雨，上大瞬间风速达到每点钟250公里。居民讲这是这世人看过上危险的飓风。无到2礼拜前，中美洲国家才拄到同款风力做4级的伊塔飓风的侵袭，发生水灾甲水崩山，有130外个人无命，损断真侪农作物，加100万人有路无厝。目前真侪城镇的水灾还未退。说过来，约塔飓风有伊塔的经验，包括尼加拉瓜等等的国家，早伫2天前就已经甲民众撤离，而且约塔伫登陆之前已经先伫咧南美的哥伦比亚造成真大的灾情。Hay una afectación máxima de infraestructura. Estamos hablando de un deterioro de cerca del 98% de la infraestructura de la isla de Providencia. 外电的报道指出，今年中美洲的飓风威力，会使讲是毋捌看，佮加上疫情所引起的经济危机，中美洲当地面对双重打击，一天比一天更较严重的困境，可能会致使疫情恶化，尤其是等的人增加，会互区域出现一波新的移民潮。联合国难民署顶礼拜嘛捌表示，气候变迁致使中美洲各地的落雪，佮有可大的状况一直变严重，这种现象可能会加速杀价的问题变更较大，互民众走向移民这条路。记者综合报道。
再来带观众朋友来看今日的报纸新闻，先来看《彭哥日报》。瑞士的洛桑管理学院公布2020年世界人才排名的报告，第63个受到比拼的国家，咱国排名甲去年同款第20名，伫亚洲国家是排名第3，加输新加坡佮香港。再来看《联合报》，最近有真侪香港人移民台湾，咱国驻香港办事处嘛表示，最近受理的文件是有史以来上侪。以早一个月上侪1000多件，也毋过伫今年的8月份，所有4263件，其中都有香港政府的公务人员。再来看《中国时报》，孟佳佳蔡志忠，长伫河南的少年时出家，台湾出身的蔡志忠今年72岁。伊是一位世界拢正出名的孟佳佳伊的册用无共款的语言，伫59个国家出版有卖超过5000万本。再来看咱国内昨又个新增加2宗对境外离来武汉肺炎的病例，一位是对印尼，一位是对缅甸离来。这2个拢是咱台湾的民众。另外，美国的莫德纳药厂的疫苗，指挥中心是表示会尽量争取，上计明年的6月份，就会当摕到1500万桶，互民众来做。国内新冠肺炎疫情各增加2例境外移入病例，拢是本国籍男性。605例今年3月到缅甸交做9月初出现爱困发烧、鼻无味等症状，伫当地看病确诊新冠肺炎，但症状较好，9月下旬解除隔离。个案11月初8返来台湾时有通知病史，并且捌伫当地接触过。定伫咱国确诊的501甲505例，验过机场检验是阴性，后来伫厝检疫期间加速加重，再次采检才确诊。606例是因为工作，今年9月前往印尼，11月初9出现烧、食无味、发烧等症状，家己食药啊无看病。个案11月15返来台湾的时阵，有3天内回程抗体检验阴性报告，并且主动通知有症状，而且捌接触过确诊者，机场采检了后才确诊。它就是验 IgG 跟 IgM， 我们要的其实所谓的3天内阴性证明，指的是3天内的核酸检测阴性证明。好，所以它提供的并不是我们要的。另外，继续辉瑞药厂美国生技公司莫德纳也宣布新冠肺炎疫苗研发有重大进展，因为莫德纳疫苗目前并无伫新冠肺炎疫苗全球处置机制 COVAX 第1波候选名单。对此，指挥中心表示，全球新冠肺炎疫苗拢也咧临床试验阶段，无可能只干那买单一疫苗。咱国疫苗采购预算已经编列135.5亿，以每剂700块来量算，有计买1500万剂。有讲明年6月前有希望和平将注到国际疫苗，目前正在洽购啦。那就是如果应该是说年终之前应该有望可以达到啦。我们大概任何的厂商我们都有在接洽。好，那我想能够有一些好的疫苗能够出来，好，这是对整个我想对于全球世界大家都是一件好事情。指挥中心强调，国际疫苗介绍只是大约估计，也可能买到介绍较低，都会当掠长补底。指挥疫苗部分也在研究可行性。另外，国产疫苗部分因为今年12月才要开始进入第2期临床试验，可能要等到明年的后半年才有机会量产上市。记者综合报道。全世界武汉肺炎疫情各个国家，全球的病例数已经超过5500万例，死亡的人数有133万人来看上新的统计，台湾早是新增加2个病例，目前是603.5例。中国的病例有86000例，香港有5400多例，日本嘛超过12万例。目前全世界疫情上严重的前3名是美国、印度和巴西。美国已经超过1100万例，印度嘛已经超过887万例，巴西超过587万例。另外，伫欧洲方面西班牙超过153万例，法国超过200万例，英国嘛超过104万例。美国媒体讲，总统川普顶礼拜本地要下令派军队去攻击伊朗的核能设施，有是几个人一直靠劝川普才放弃。另外，美国大选了后，川普要承认失败，一寡行政的事务嘛无法度交接。拜登是真烦恼，讲面对疫情继续的拖，死亡的人数会阁一直增加。
美国总统交接的路是真无平静，现任的总统川普拒绝认输，继续拍选举的官司，政权移交嘛暂时卡掉咧。这个时阵，佫传出川普顶礼拜捌考虑要攻击伊朗。因若《纽约时报》甲路透社引用官员的消息报道，川普12伫咧白宫甲国安高阶的官员开会的时阵，问讲敢会当伫咧未来这几个礼拜下令攻击伊朗核子设施。不过在场的幕僚包括副总统潘斯、国务卿蓬佩奥、国防部代理部长米勒，还有参谋首长联席会议主席米利，拢口劝伊毋通安尼做，而且无佫讲。会安尼考虑是因为国际原定总署11通报，伊朗上大浓缩铀的基地纳坦兹的核原料大幅度增加，佫一改违反核协议。针对媒体报道这个消息，白宫是拒绝评论。面对川普政府拒绝交接，民主党籍的总统当选人拜登16表示，若佫安尼继续落去，恐惊有佫较侪民众因为疫情来死亡。More people may die if we don't coordinate. Look, as my chief of staff Ron Klain would say, who handled Ebola, a vaccine is important. It's of little use until you're vaccinated. So how do we get the vaccine? How do we get over 300 million Americans vaccinated? What's the game plan? It's a huge, huge, huge undertaking. 除了国防疫嘛会拼经济，拜登讲要投资3000亿的美金，提升美国上界有竞争力的新兴也佫有科技产业，讲会创造300万个薪水袂歹的工作机会，而且甲联邦上加1点钟的薪水，为目前7.25块的美金，拍拼调悬到15块的美金。记者综合报道。11月2日是美国的感恩节哦，受到疫情的影响，今年发放的感恩节料理包哦，数量是搁较侪。纽约市的食物银行的统计哦，今年大约200万人是过着有一顿无一顿的生活。分装好的食食放伫咧停车场，边仔志工是无用咧包装。美国感恩节就要到啊，洛杉矶的慈善机构发3600份的感恩节食食包。Happy Thanksgiving！ 为着避免无必要的群聚感染，机构是用免倒车的方式来发。民众若驶车去停车场，志工就会倒甲食食放伫咧车厢内底。若若数量较侪，就会出动校车来支援，由志工统一送去学校、教堂，抑佫有社区。They do it every year, but this is more important and more significant because some people can't afford or can't have food on their table every day. I'm going to send you to the last table. 慈善机构伫户外大布棚，来领食食包的民众拢有挂喙罨，而且排队拢有保持社交距离，照领到的号码牌来换感恩节的食食包。食食包内底除了有火鸡肉，抑佫有罐头甲菜色。As we know, the rates of COVID are rising in the city, and so the need is increasing along with that. And so we're committed at Food Bank for New York City to ensure that as many people as possible have an opportunity to celebrate that all-American holiday of Thanksgiving. 今年来领的人数比往年还佫较侪。根据纽约食物银行机构的统计，纽约市一年平均有150万人3顿食袂饱。今年受到疫情的影响，差不多200万的纽约民众，恐惊要食一顿仔饭，甲要生活拢有困难。You don't think of getting on the line. You don't think you're gonna lose your job. Things happen. 目前已经发出去500只的火鸡，食物银行甲当地超市合作，伫咧未来2礼拜内，还佫会发2000只。虽然因为疫情，互今年的感恩节特别歹过，加在有慈善机构寒冬送温暖，陪伴大家渡过难关。记者综合报道。今仔国际上佫有啥物大代志？咱做伙踮台湾来看世界。首先是印度总理莫迪质疑，除了联合国，有其他真侪国际机构拢无照国际现实的运作。伊认为，包括世界贸易组织 WHO 等等，拢应该爱改革。再来看美国武汉肺炎的疫情，佮继续恶化，经济封锁威胁嘛愈来愈大，国内经济嘛真歹，原油、美金今摆的计数嘛拢会落。美国股市道琼指数今仔嘛落160点。再来看印度、美国、澳洲佮日本的海上部队，今仔伫北阿拉伯海进行第2阶段马拉巴尔海上联合演习。中国伫印太地区威胁是愈来愈大，所以这项军事演习外界是认为是区域反抗中国措施的一部分。再来
来看，昨有2台美国轰炸机飞入去中国东海的防空识别区，中国嘛随着派出军机飞入台湾的西南海域，用行动来反制美军哦。针对于这款的台海局势，前国防部长蔡明宪是公开呼吁总统应该赶紧来召开国防改革会议，嘛爱恢复征兵制。美中对立各成分，飞机首部推特17表示，美军2架 B-1B 轰炸机为关岛安德森空军基地飞向中国，经过台湾北部空袭了后，进入中国东海防空识别区。过程中，2架 KC-135R 加油机佫提供空中加油支援。国防部证实，该空军佫派军机进入台湾西南空袭。中华民国空军广播，位于台南第1蓝空域，高度7000公尺，中共击击注意。你已进入我空域，影响我飞行安全，立即回转脱离。共机频繁会进出我们空域的状况，我们目前已经建立了非常完整的联合性建设的机制。这笔解说是经过解放军伫美国政权交替进前，唔通轻举妄动。退伍少将侯瑞洲认为，强机交代是解放军反制美军倡导。对于日本协助美国的不满，另外一方面的话，也表达对于我们台湾，等于是亲美仇中的这个政策的这个不满。中国最近军事动作真济，亲像10月底伫海南岛西部海空域军演，广东海事局佫发布17到30伫南海演习，上新型空7-5型两栖突击舰可能导致军演。前国防部长蔡明宪呼吁蔡总统赶紧开国防改革会议，恢复征兵制，扩大兵权。夺取外岛，尤其是金门、马祖，控制影响台海、南海的这样的一个空中、海上的交通，在台湾的这些同路人遂行他的这个缠手的行动。伊表示，把3摆社会和蔡总统恶无结果，台美应该强化军事合作安全机制。前空军副司令张延廷认为，除了征兵政策以外，兵道改善也要精英化。国防大学政治学院前院长余宗基表示，面对中国严重军事威胁，台湾上好是参考以色列男女拢用做兵的政策。记者综合报道。由中国主导的 RCEP 正式签署了，台湾并无加入。行政院副院长沈荣景昨日表示讲，因为中国台湾暂时无法度加入 RCEP， 这嘛代表深化台美的经济关系是正重要的。另外，经济部长王美花嘛表示，台湾目前正在争取要加入 CPTPP。RCEP 受到中国的干预，台湾暂时无法加入。这也更凸显台湾必须加强跟美国之间的一个经贸关系，如此才能有利于未来加入 CPTPP 跟各国的 FTA。出席活动致辞，习近平强调台湾爱强化甲美国的经贸关系，尤其因为中国主导的 RCEP 签署了后，至少影响到国内产业。经济部长王美花也证实，台湾目前确实低调交涉，争取加入 CPTPP。未来美国他如果也有意愿重返 CPTPP， 那这个对台湾都是好事情啦。台湾表达有加入 CPTPP 的这个意愿，那日本都在公开的场合说欢迎那能够符合 TPP 的国家都来加入。CPTPP 的前身是 TPP， 是2002年自由贸易协定，长期由美国主导。2017年，美国总统川普宣布全面退出，会员国参详了后，2018年底协定生效。目前会员有日本、澳洲、纽西兰11个，日本为首。是日本会以台湾开放美国内地飞游要求开放核实，也就是将钓鱼台议题作为台湾加入 CPTPP 的条件，引起关注。它毕竟是一个比较讲究共识的一个国际经贸上的一个多边区域的机制所以日本的角色当然是非常的关键，但他可能考虑很多他想要考虑的一些因素。有的一些会员，我们当然要一视同仁也要想办法去争取他们的支持因为光靠一个日本其实还不足以能够让我们顺利的加入。学者分析，目前日本无将核实甲钓鱼台议题甲 CPTPP 扣上关系，后续发展爱国观察。不过学者强调，这个会员国甲中国经贸关系比台湾较密切，也无排除中国因素会加速台湾加入 CPTPP 的重要阻力可能。记者综合报道。
来看嘉义一位34岁查某民众，伫这个月初四，因为规喙拢是酒气哦，去嘉义基督教病院治疗，刷一口气，互医生满20支喙气哦，病人就直接转去厝里休困。无想到讲后来病人刷昏迷，送病院急救哦，第13过身。到底医生敢有疏失？目前是等的调查。在手术当天晚出来的时候，才跟我舅舅讲说，总共拔了20颗。提出规罐已经红板掉的喙齿，死者的表姐是真悲伤。出面控诉讲，是安怎34岁表小妹，这个月初四去嘉义基督教病院处理酒气，煞叫医师做一解满20气了后，过当天就昏迷。送病院了后，伫13陪讲，死亡的原因是因为肺炎。不过家属质疑讲，死亡的原因甲满喙齿感染有关系，所以向警方报案。他说，因为 X 光片有显示他18颗是需要处理的。他说，既然要全身麻醉了，那就一次处理。拔那么多颗，不用住院吗？他就说，拔几颗都一样，这是小手术。嘉义基督教病院表示，手术的时阵是全身麻醉，手术了后，甲患者送去开腹室观察2点钟，确认状况无问题了后，才互患者出院倒去处理。抽血、X 光，还有心电图都做，这些都是正常。那也跟病患的家属，他的父亲有提到，可能会拔到这个将近18颗。面对这个医疗的纠纷，齿科医师工会表示，板喙齿的空喙细菌较会走入去，建议患者大照时间食医生开的抗生素，嘛要注意身体状况的变化。医生也都会去了解说，他可能一些基本的系统性疾病，更重要的是此刻最近的一些身体状况，可能也是需要告诉医生。像有些人什么最近在感冒啦，或者是他最近可能常常工作压力大。因若这个板喙齿了后雄雄死亡的案件，检警已经甲法医伫17商业遗体18早起会解剖来查清楚死亡的原因。记者综合报道。台中市湾子街有一栋5层楼高的商业大楼，伫2年前就捌互民众检举讲伊厝尾佮加起2层楼的违章建筑，甚至佮改做16间的套房税互人。台中市都发局昨是去现场看，嘛认定讲是违法，会先要求厝主袂使佮使用。AA 走道控诉零物品为外观来看，6楼佮7楼拢总计16间，已经被检举是违建，也毋过厝头家也是照常出租，请工来装饰帮忙。我以前问啊，我后面扣定是扣的都有啊。确定是16间。你觉得安全量好像单一出口吧。台中市湾子街这栋5楼高的商业大楼，厝龄30年，顶楼被加起2层。17下昼，台中市都发局派员稽查，证实6、7楼拢是违建。我们目前看到违建的部分有哪些地方？这是6、7楼。也毋过住伫违建套房的住户却唔知影厝头家是违法违建出租。这已经好几十年了，你说违建的话，那个已经很久的事情。如果说这样违建的话，整栋的都违建。台中市都发局指出，全市有9万外件违建代替，一年会当拆1000件，当年有算1000万。这栋大楼伫107年已经被检举到打无拆，主要是当时认定，并不是违建败拆的急件。107年6月份就查报寄存违建有案，那由外观判断没办法判断里面到底在这个违建在做什么使用，在做出租套房使用，又垂直增建2层，拆除能力有一些问题，那我们暂时就会依照建筑法86条去跟他先做一个封闭使用。都发局表示，违建无出租的行为已经违反建筑法25条，未当擅自建造。依照台中市违章建筑执行原则，只要厝顶违建超过3个单元，也是加起第2层，会当先下令停止使用。若讲厝主无改善，会优先摆拆。记者综合报道。秋兴滚塘伫去年造成台湾农作物损失真严重哦。农委会经过1年外的研究，已经找到对付秋兴滚塘的方法咯，会使互某的塘还袂生软。那么，做回来了解。用塑胶杆改良的升糖器，下骹放成胡萝卜做字，只要放伫有秋兴滚塘入侵的田里，港的糖就会被升甲飞入来，飞去咧上顶悬层就无法度逃走。这是农委会药毒所上新研发的秋兴滚塘性胡萝卜诱杀系统，要用这种上俗、阁有效率的方式来防治这种虫害。在野外的雌虫，它能够成功交尾的几率就会降低。生下的蛋会越来越少，越来越少，越来越少，那达到我们把害虫降到一个低密度的一个情形。对。目前国内秋兴滚塘防治也伫第2阶段，农民发现幼虫必须强制施药，由政府补助药剂。
农民表示，荒地需要喷3摆至4摆药啊，虽然讲有补助，但是也是要负担喷药的工钱，提高生产成本。所以也毋望成荷尔蒙友善，一旦减少扩散的速度，对环境更加优先。按你喷药的话，每一户农民来讲，他的利润是下滑的。我个人觉得是好事啊，因为你农药的话，你变成一定要有人去喷嘛，那你农药加减会污染环境嘛，可是你至少生物防治都可以避开这些问题。但是什么时阵会进入由农民自主管理的第3阶段荒地？环检局表示，要确认农民拢熟悉手兴滚塘，荒地的方法也拢爱准备到位，才会宣布。目前也搁伫评估。记者综合报道。东京奥运受到疫情影响，要延到明年7月23举办。这届东京奥运有真侪新的比赛，像是厨房、冲泳、空手道等等哦。其中野球买过来加做奥运的项目。今仔暗时10点，青春咱的梦要带观众朋友做伙来看，针对一寡新的比赛的项目，选手是安怎准备？咱嘛做伙来帮因加油。有空手道小清新外号的文子文，前5岁开始练空手道，一直到高中3年时，摕到全中运冠军了后，对这项运动是愈认真投入，并对东京奥运，伊一直在国家运动训练中心积极准备。这几年来，我们比较常就是，比如说练1个月，然后出去比赛，然后练1个月出去比赛，所以其实大部分都是在一个备战的状态。对，但是今年比较难得的是，我们待在中心比较长一段时间，所以可以好好检视自己的不足。身为台湾头一个被招标的国手李庆莹，高中的时练的是跆拳道，一直到大学参加社团才开始学被招标。也身为先辈，伊嘛要带领国家栽培的精致选手做回团练，来为大家拼出好成绩。当他成为亚运或奥运的项目的时候，那他变成是一个被重视的项目，那我们相对可以有的资源就会更多一点，那就已经不只是在自我实现的部分，也可以说是它不是一个个人的事情了，它是一个全体的事情，不只是我一个人，而是我们全体。另外，也有冲泳、厨房等等多元少年怀运动，嘛正做奥运未来的比赛项目。面对这波新潮流，台湾嘛应该量早重视选手的栽培，但是这运啊需要全民甲政府同齐投入，互咱伫咧面对奥运随时拢通接受挑战。记者罗敏竹、连新伟综合报道。世界巡回演出超过34年的音乐剧歌剧《魅影》受到疫情的影响，停止演出。不过，咱台湾是少数在正常演出的国家。男女演员经过14天的隔离，2摆的体检哦，对19开始，拢总有22场的表演。咱嘛先来看卖的。结束14天隔离，第2摆体检全部阴性。歌剧《魅影》主要演员一出关，就赶紧向台湾观众预告，22场音乐剧要为19开始。因讲隔离时有运动，而且控制饮食，各细心练唱，维持上好的状态。I'm so excited, and we've only been out of quarantine one day, and I had rehearsals this morning, but Matt and I went out last night and kind of walked around, and it's beautiful. I'm a bit disappointed. I'm used to being the only one in the theatre wearing a mask. But I appreciate it when I do see it, because it shows that the audience cares as much about preventing this. 男主角陈纳森讲声笑表示，演魅影是全场唯一挂面卡的人，暗过落见观众拢挂喙暗欣赏。对全球巡演停止，台湾正做唯一演出的国家导演表示，虽然彩排只有2天，暗过已经准备好啊。The only challenge for us, of course, is that we're playing in an arena here, as opposed to theatre venues that we've been playing in for the last couple of years. Spoken to all the department, tell me it sounds fantastic, and so I think we're going to be ready. 这摆剧场的厝顶电火甲道具甲300外件器具、200外件的装饰，拢全部海运来台湾，原接完毕。Candles here are built into the floor. We have machinery that pushes them up for the scene and then retracts them back down into these little flaps here.
导演表示，为到回教准备演出，大家拢照台湾防疫规定，因为全球剧团差不多拢咧失业，台湾也有演出的机会，爱珍惜甲感恩。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高雄大寮的水源庄仔工厂，已经有60多年的历史，也毋过最近去互法院判决讲爱拆除现土地，伫当地文史专家拼命抢救，目前文化局已经甲伊公告做历史建筑，全台湾上大的庄仔窑总算会使保存落来。红砖啊所做的砖仔窑，一组一组窑坑，这是伫高雄大寮的水源木仔窑，民国34年兴建，是当时主要的红砖仔工厂，也见证着砖窑业的起落。后来是因为水泥的使用，使得烧砖仔产业渐渐失落。烧出来都用木炭嘛，烧出来的都有往烟囱沙口。外省的衫裤拢全落烟，摕来要互因洗。水源砖仔窑是全台湾真罕见的木仔窑，本体面积是673平方公尺，土地面积有2000平方公尺。18窑坑全国上济以外，国家一般无共，毋是红木头的烟筒，用真罕见的砖仔所汰四角形的烟筒。这种的真久的历史建筑，伫民国107年捌面临拆除的命运。因为高雄市政府当时启动中华区开发案，土地所有权人国有财产署对李氏家族提起拆除现地诉讼，后来在当地的爱家园协会赶紧甲申请登录为历史建筑。这个瑞隆砖窑厂，它本身是一个灯窑的形制，可能是目前高雄仅存的这种灯窑的形式。所以因此在送到文资大会进行审议的时候，让大会最终决定登录为历史建筑。到时候可能会去成立一个叫做砖窑的文物馆，然后去介绍整个大寮的砖窑的一个文化发展。水源木仔寮今年10月正式公告是历史建筑，高雄市文化局表示，未来会提出修复再利用计划。听候通过了后，再来进行历史也甲工法的研究调查，来争取经费修复。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台北大桥头，最近有一出真特别的戏，演员伫街仔路伫民众的身躯边演出哦。这出戏该配合手机顶头的 App 设计哦，民众会使对剧情登去到1988年的大桥头。天空挂咧，手机 App 点开，照顶面的指示行，无意外，演员出现在身躯边。由在地团体、剧团、加到媒体公司三个单位共同发起编写计划，透过访问社区老大人，将1988年当时的地点文化、街头势力、老百姓真实的生活故事，用实景剧场的方式呈现。透过跟社区的一些老人家、朋友们做了一些访谈，对这个地方的历史也做了一些了解，然后慢慢由导演和剧团的伙伴们共同一起。酝酿出了这样一出街区剧场。经历改严、开放、两岸探亲、蒋经国过身等等的大事件，台湾社会出现天大变化。剧团以这个时代做背景，甲大桥头当作演出的舞台，和民众体验不同的剧场表演。观众有时候一开始会不知道这是不是演员啊，也不知道这是不是角色啊，然后看了好几次，怎么都是同一个人，然后他就会开始认说，他是不是那个谁啊？变成街道景观的一部分，让他们可以用想象去参与在这个其中。对，因为我不是个很喜欢念历史的人，可是我对于如果能够把它用一个故事的方式呈现，让我能够去认识那个时候的一些模样，其实我会觉得对我来讲是一个比较丰富的体验。用实景剧场的概念，佮加入科技 App 的应用，将观众、演员甲城市成做趣味的连接。透过手机的声音指示，对故事中的主角行伫大桥头的街仔路，理解过去发生的种种事件。团队嘛毋忘透过新款的街头剧场体验，和民众登过认捌这座城市。记者林秀凯、杨淑晴台北报道。来看5年前，台北市长郭文地讲要做一个台北市的性侵地图，来防止犯罪。也毋过有议员是质疑讲，已经过遮尼久了，阁无看到影，只看到市政府找一寡网络的红人来宣传市政府，拢总开要5000万，效果看起来嘛是普普。台北市副市长黄珊珊等等一群人，伫咧市议会甲目睭往掉咧，模拟市长人事，敢受去互千份人协助的时阵，心内敢是会感觉惊惊。
原因是因为今年2月份，台北市发生一个视障的查某囡仔，伫咧捷运的电扶梯去互骚扰的案件。国民党台北市议员警为批评行政部门伤过老草，处理的过程有问题，而且提出台北市府性侵害案件统计的数字，为106年到今，发生的案件一年在增加，尤其是今年10月份，就有384件。也若性威胁的案件嘛是同款，数量是当年伫欠悬，质疑台北市府无作为。的确，这个案件数有增加的趋势，那是因为我们的社会越来越对于零容忍这件事情呢，已经大家都有所了解跟共识。这是什么成效？分局啊跟派出所做的是那个犯罪的热点啊，没有单独做这个性侵的地图。没关系，因为你这边都是写的是。2015年，台北市长郭文台北讲，要公布台北市的性侵地图，来达到预防甲主动的效果。不过，实际伫咧网络顶悬敲吹，台北市警察局敢若显示5个警示的地点。台北市府的行政效果，去互市议员质疑的，还佫有各分局找网庆行销的状况。因为一年来25个局处，拢总找100外个网庆，开要5000万。有的呢少则18000块，有的3万块，有的4万块，贵的呢有30万、60万、80万、100多万，好多局处。100万要找就好了。好，找你就好了，对不对？黄宏美认为讲，市府应该定出一个绩效的指标。也若副市长蔡炳坤是表示，未来会透过整合行销小组来讨论，定案了后会佫按计划来执行。记者综合报道。台北市政府要甲家有的行李集中管理甲铁路局协商了后，最近伫台北车头的南门新2个所在，要互家有来放行李，也毋过有真侪家有就反映讲，放的所在实在是无理想，本地地也无够放哦。希望政府会使了解因的心声，来了解因真正的需求。伫台北车头往南门的墙围仔边，也会使看到大包小包的行李，这拢是一寡踮伫车头附近无厝通转的人所放的。本地台北市政府社会局甲台铁局协商了后，有设2位大布棚仔的区域，互因来放行李，搁请保全来看过，希望集中来管理。不过，所出现了一寡无同的意见。伊甲你讲保全的24小时，你保全24小时，你要倒找保全的义务，当时要像即摆嘛无伫遮。说现在目前在这个设施上面用露天的置物空间，其实是非常不恰当的，因为我们的家当它其实是需要保持干燥。有家友认为也无够利便，除了伫特定的时间才通领取，放生活用品的卡棒嘛无够大。有家友阁顺势甲摕到的卡棒来展开，将原本家己放伫塑胶箱仔的棉被、衫裤等等挤入去内底，也无入了就无空间啊。你如果说全部把它挤在一个袋子里面，那比如说我要拿的东西，如果在袋子最底下呢，我是不是还要全部倒出来一次呢？是在大家的一个协调共识就是以1人1袋的方式来协助街友收纳行李。置物区专区这个部分，我们会滚动式的修正。针对家友的意见，社会局社工科长陈怡如是表示，这卡乌色的卡棒，市府已经改了几落摆，近前嘛有请到市府人员对家友来做意见的调查。其中的区域嘛做了真侪防雨甲防弹的措施，即马有配合放伫遮的家友有6成左右。若是有其他需要改进的所在，嘛会随时做检讨，希望台北车头的公共空间会当豆豆仔来改善。记者陈雅文、林玉凯台北报道。来看婚姻6紧因为真侪外来人口到未了上班，也毋过因为上下班的时间无法个赶本色，都有一寡民众乌白等哦。即马公所是准备要用录影的方式来开罚单，会使罚1200块到6000块。14号下早5点外，开到白色车辆的民众为车顶揢着2包本色，就直接将本色拼喺回收站边的路边。其实嘛有真侪民众拢同款，无去规定时间来拼本色，未少本色袋啊被流浪狗夹坏，造成环境真垃圾。定咧吼，方便是较好啦，互迄上班的迄种方便啦，无伊有当5、6点下班。应该是可能较随便当管事啦，所以这若开发是应该还好啦。未晓清洁队表示，未晓因为6起设厂后，真侪外来人口来遮就业。为了方便民众拼本色，公所在镇南宫6起大门口前的154线道设立定点定时的本色回收站，但只会等第1礼拜1到礼拜6上午6点半到9点，
11点到下晡1点半来收本数，但看有民众拢讲袂听乱听。宣导之后，我们会针对拍到的照片，或者是请民众提供照片，我们将会函文给云林县环境保护局。好，依据《废弃物清理法》第27条，我们可以处罚1200元到6000元的罚款。为了进前捌连续2年被评为全国上垃圾的乡镇市，为了公所清洁队表示，民众以规定时间内将粪扫提到定点，拢会当看到粪扫车爱清洁人员帮忙回收，但经宣导一段时间，共看到民众欠缺公德心，无迄时间直接停在路边，现在将录影来开发。记者为您报道。因为疫情澳洲的雪梨歌剧院为今年的3月份关起来，已经关7个月了。这7个月总算又搁开了，也毋过过去的这段时间，因拢用线上的演出，全球600多万人看过，嘛为未来创造新的表演模式。今年3月17开始，伫澳洲新南威尔斯的有名代表雪梨歌剧院，因为新冠疫情取消所有公众表演节目。第2大表演厅萨瑟兰剧院1500个位，拢无观众来坐，啊，不过舞台顶悬煞甲以前同款无形。防疫闭关7个月，雪梨歌剧院已经主办50场活动，表演者全部对镜头演出，观众伫厝内底透过网络收看，这是一项叫做“为阮岛到恁岛”所谓节目系列的一部分。One of the key things this has shown us is that the future of the Opera House can include a hybrid model of live presentation and digital presentation. I think prior to COVID, there's perhaps some kind of reticence or a kind of lack of understanding that actually digital can enhance the experience. 歌剧院最近才来摆一场澳洲白款爵士乐团甲剧的演出，为纪念过身的传奇萨克斯风手约翰·科川经典之作《巨人的步伐》发行60周年，要将4分外钟的歌曲演出成做40分钟版本，无观众，现场互动无流失来回应，各手都爱调整适应。Conceive the possibility of all 7 billion or however many people have access to internet being able to tune in and check this thing out. It's crazy. So we brief them on what the setup is, where the cameras are, how we mic it, how it's going to sound, and then they can use that to maximise their performance. 雪梨歌剧院已经伫11月初2重新开放，甲7个月前无同的是，即马有真赞的数位资料库，互全球观众拢能随选中阮心爱表演。未来也阁会规划更较侪现场结合直播演出，啊，不过毋是每一场拢会安尼做。记者综合报道。带观众朋友来看加拿大亚北极区有一个总人口只有900个人的庄头，当地最近准备要设一套监控熊出入的雷达系统哦，只要发现有熊出现，就会发出警报，好让人唔通挖近，希望会使保障人甲熊拢平安。加拿大亚北极区夏德逊湾一个偏远的小镇丘吉尔，以观赏北极熊的场所来出名。时间当进入秋冬，就有真侪北极熊直接出现，等待海上的冰变真高，因地当去掠海豹来食。2013年的万圣节，丘吉尔镇捌发生过一件熊攻击人的意外。一个去参加 party 倒来的女性，拄到起歹的北极熊来攻击，随忙救倒倒来，啊，毋过头是天28针，2只熊是去互开枪拍死。今年8月份，同款是伫咧极宽挪威的人伊尔城，嘛发生游客去北极熊加死的不幸事件。丘吉尔镇当地计划要到一套监控熊的雷达系统，防范有可能发生的冲突。这套电脑会当入捌熊、甲迷路、汽车啊，阁有人的无共。若是侦测到有熊向社区来去，就会随通报保育人员。由保育人员来决定讲，看是要用塑胶枪支甲因赶离开，还是要出动直升机甲熊来赶走。Technology and tools, and also to make sure people who live, work, and play in the Arctic have existing deterrent tools to keep themselves safe and to keep polar bears safe. 丘吉尔镇的居民早就关系讲，一年有一段时间爱甲几啊百只北极熊做伙生活。居民一般拢无锁车门甲厝内门，就是因为惊讲万一有人拄着熊的时阵，会当随开门入去避一个。当地有设24小时的通报热线，一年上侪接到300通熊来的电话。若是熊真正活甲伤近，威胁到居民性命安全的时阵，保育人员会用诱捕的方式，甲熊送去旧机场改装的北极熊监角。等待适当的时机到的时阵，才来甲伊野放。
保安人员观察到北极甲阿北极地区，包括西哈德逊湾附近19吨的北极熊有4吨的数量减少，若是其他熊的状况是无清楚。记者综合报道。今仔明仔2天，台湾是吹东南风哦，水汽会愈少，所以各地拢是好天、真稳定的天气。只有东半部沿海地区会落淡薄仔雨，西半部嘛有可能会超过30度。咱做回来看今仔日详细的天气资料。北部地区上低20度，上悬30度。中部地区上低21度，上悬30度；南部地区上低22度，上悬30度；东部地区上低21度，上悬29度；外岛地区上低19度，上悬28度。感谢观众朋友收看今仔公司台记台早起新闻，我是陈淑君，明仔载同一个时间咱再会。